有一只巴拿马籍的这个货轮的通风轮，伫咧花莲溪出海口北边的沙坡跨沙，去解救的拖船也因为去夹到沙啊，也当场跨沙咯。拖船的顶头有一个船员头壳受伤，最后是空勤直升机甲拖船顶头5个船员救出来。也那这货轮顶头有17名的船员，目前是无需发生危险性。这个航港局呢也按算伫今暗时协调大型的拖船去甲因解救。 真强的东北季风咻咻叫，影一直拍来，一只货轮却是靠搭伫海波无度震动，看起来海上是愈来愈歹，情况是非常危急。就惊这情况愈来愈歹，航港局赶紧派这个拖船拍算去协助，无想到拖船也掉伫遐，互救援人员是头壳摸咧烧。 2020年头一天，因为冷气团甲东北季风南下，花莲沿海海上真歹。当时，这只载石膏的巴拿马籍山酸的货轮通风轮，车载起要入花莲港来下货，也毋过却是发生主机故障，想要家己修理，却是拢无效。互真强的东北季风飘向南边，靠搭伫花莲溪出海口北边的花莲海边河岸。 早上10点4分哦，接获这个通洪轮这有搁浅的状况，哦，立即派遣公机一艇，哦，18车39人哦，在现场救援。因为目前风浪过大，对救援可会造成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的问题。 航港局有派出2只拖船出港，准备要甲拖回来，也毋过其中一只因为夹到这丝袜，也失去动力靠打，也造成一个人受伤。也那货轮顶面的丝袜也因为风影伤大，全部拢断去。为了避免造成更加大的危险，另外这只拖船暂时回港台边。拖船的部分，哦，船上共计有5名船员，目前有1名船员哦因这个头部有撕裂伤的状况。 因那空勤直升机也伫车下晡出动，伫强风中甲拖船顶面5名船员全部救出来。因那货轮顶面也有12名台籍甲5名菲律宾籍的船员，就无马上有危险。航港局有加暗时协调由大型拖船来到现场来进行拖救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